谷歌相簿政策要改变了呢，要变成你很珍爱这些照片、影片的话，要去下载回来，不然就萤幕照相、萤幕录影。像这样那么多张照片，一次萤幕照相、萤幕截图。新营太子宫，养护园区，你看观世音菩萨像，太子宫的庙建教。这几个建教典礼，还可以智慧镜头呢。新营太子宫。